当得新世代的领航者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新的一年，恳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新的愿望，也赏赐咱有一个新的方向感。愿天父上帝用伊的圣心来引带咱，亲像今仔日的圣经，无论是旧约、新约、金句、经文以及圣歌对所吟的诗歌，耶和华是咱的牧者，伊予咱的灵魂精英，为着伊的名带咱行伊的路。愿所有兄弟姊妹，咱真做有智慧、聪明的人，咱的灵魂精英，就是咱是有一个智慧、聪明、清楚，咱对人生的方向感。嘛愿耶和华讲，我是你的导牧者，我要做青迷人的带路。今仔日的金句，毋是金句，新约保罗所讲，伊讲我深知我是什么人，我深知。我就是上帝所拣选来甲青迷人带路，带因脱离黑暗进入光明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有一个责任，咱的责任就是甲咱的囡仔带路。人若要通顾好家己的家庭，要怎样照顾上帝的圣殿？咱首先要先定做一个带家己行正路的基督徒，对无？无论你外口讲道理，如果咱的生命若毋是真正活出来，正直、清气，咱的囡仔拢知影咱的信仰。顶礼拜咱有讲到，用这个世界活出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新的一年新春特别临到，今仔日这个时间上要紧就是。咱要检讨过去一年中间，咱的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？伫你的家庭，伫咱的教会，咱要伫这个所在甲主讨讲，主伫新的一年，你带阮行应该行的路；主伫新的一年，你帮助阮做应该做的事。主求你帮助我，真做一个要控制家己，要管理家己，互我知影应该讲什么话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做应该做的事，行应该行的路，讲应该讲的人的话。做人比做代志更较重要，恁重要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今日欢喜组织伫你的圣殿，过一摆。愿夜空我的清气，我的耳孔，我要静静来听上帝你的话。主求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，做阮路上的光。至圣的主耶稣，至圣的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恳求主你甲阮同在，互阮伫主你的圣神的帮助，阮会通真做一个找到道路、设立目标，也对主你的脚步行正直的道路的基督徒，听阮祈祷，亲爱的圣神来帮助。所有伫今仔日参与这个礼拜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愿主你的话，成做阮的快乐，成做阮的导航。愿伫你的面前，恳求祈祷我家所有性命。阿门。今仔牧师只有要甲咱讲两项代志。咱的上帝是咱的带路者。咱有开车的人拢习惯，特别今仔日足方便的，咱的车顶你买车来拢有设备迄种自动导航。这请问你用什么种的对一排的导航？有的人讲牧师上准的就是 Google， 为什么 Google 有导航会准？是因为 Google 伊用足的时间，伫街头巷尾，伫世界各所在，伊拢用迄个 Google 的车，伫遐做街头的照相，有无？因行过的所在，伊的车顶的设备就定义迄个坐标伫什么所在。然后伊就翕出来迄条街路什么形，所以 Google 今仔日当甲咱带路，是因为伊有真多遐资料、导航的资料已经设定伫内底。但是偏偏在山顶真导航无简单啦，所以你若去到山内吼，毋通相信 Google， 有当时也甲你带往啊步，有当时甲你找后山啊，
靠一个足大的冤枉路。咱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导航。今日圣经足清楚讲，耶和华讲，我要甲青迷的人带路，我要修平伊的道路，我要互弯巧的变成平直。愿天父上帝甲咱做清洁的心，互咱有正直的心。上帝就是咱的领航者。第二，上帝爱咱做你的亲人的领航者。上帝爱你做你的囡仔的领航者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真心听你的囝儿，重要的不是留财产给伊，上重要的是带伊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讲一摆，上重要的就是把你的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咱无拄有能力教咱的囡仔，因为咱的囡仔基今来这时代是一个对出世的天生有注定的人。你捌听过天然独啦？但是咱的囡仔活在这个时代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代所讲的就是思考、辩论、主张、真管。咱无拄有才调教咱的囡仔，但是咱若相信上帝就是真理的上帝。对咱的囡仔细汉了毋捌，要来学白，你就该抱来教会，互你教会大汉，互你教会静静听。有真侪道理咱讲袂清楚，包括牧师。但是，当咱讲袂清楚的是上帝，伊的圣神来做工。咱的囡仔目睭就要开，要活走无看虚假，你相信吗？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，你永远是我的家庭的领航者，你说了算，你的话就是迄个导航，所有的数据，咱知影车若买来吼，你若无佮伊迄个领航的迄个系统，佮摕到原厂，佮重新 update， 就是讲更新啊，你的地图永远是旧的。咱的生命嘛是安尼，无讲你进入教会洗了了，你就永远家己自然成长。当然，上帝听咱嘛会成长。但是咱要认真，伫主的面前，互主引带，不断更新咱的思想、咱的态度。耶和华是咱的导牧者，伊互咱的灵魂精英，为着伊的名，带咱行伊的路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。咱要思考几项代志。关今仔日牧师为着咱所竞选，咱做为共读的圣经，对你有帮助。兄弟姊妹，关今仔圣经对你有帮助，因为上帝耶稣讲，上帝讲，我要做青迷人会带路的人，毋是咧讲青迷人，是咧讲世间人。咱检查目睭金金啊，但是咱有当时咱看代志。袂清袂楚，牧师你较晓看清我无？牧师无意思看清咱的主张，因为当时咱咧讲代志的时候，咱的想法真无共款。我天生有一个个性，我袂爱甲人辩论，毋是我惊甲人辩论，是因为我感觉我需要尊重每一个人伊家己的想法，无代表我同意伊，无辩论无代表我输伊。所听的姊妹。咱目睭金嘛，还是咱是青迷的人？求天父上帝互咱。圣经有讲一句话：你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，对不？啊，但是真够挑剔，你看到别人的目睭角有眼角刺，家己有真侪盲点过节，但是却常常怪别人讲遐戆，所讲的是毋对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首先伫上帝面前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谦卑问你家己，你是一个有智慧、目睭金的人吗？咱若伫今仔日人拢会甲牧师讲，牧师无，我毋是，我是一个无智慧，啊，我目睭嘛有时看袂清楚，真的吗？咱是一个形式上咧回应你的内心。也是真清楚地检讨你家己，我的智慧对来。耶稣讲，我是世间的光，若点伫我的内面，人就无搁再行伫黑暗中。
所听的心门，原来就今仔这个礼拜，你为着你的目睭祈祷。主啊，求你赏赐我属灵的目睭，毋是干那这个地上的目睭。主求你赏赐我智慧的目睭，互我伫这个世间中间，我会当看清楚有价值的事，甲无价值的事。主，互我当看到上帝你甲我有备头前的道路。少年人上要紧是找到你自己生命的喜爱的路，是上帝伫你出世的时阵，上帝就甲你有定的一条路。我感谢上帝，我的一生中间有真侪影响我的人，我称之为导航者、领路的人。这是一生中间真歹得到的。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寡长辈，因的品格、因的价值观念、因的人生的能力，互我有影响。我感谢上帝，我对大概大学的时阵就决定我一生中想要行的路。然后一世人有足长的时间，毋免换跑道。所听的弟兄们，有邀我做你的牧者，带你行人生的路。你的生命不在寻找，你的生命在于跟随。所听的弟兄们，一个人若找到家己人生的方向，是有价值的，因为伫迄条路中间，你要看见上帝怎样来实行伊的计划，完成伊的计划。带你经历一种赞叹的生命。多谢恁这礼拜甲牧师讲生日快乐。牧师非常的忝，因为每一个人拢会甲恁回讲谢谢你。对透早会也甲阴暗，惊讲若这个有回，迄个无回，安尼对迄个人歹势。但是我若万一我因为我的手机跳出来，我无注意到，无甲恁回，请恁原谅。牧师毋是因为看你无甲你回，谢谢你们。也在咧回谢谢的时阵，我咧回想我的一生。主讲我要带你行一条你也毋捌、未捌、不认识、不知道的道路。今日圣经旧约是安尼讲，我要带你行一条你毋捌，我要带你行一条你毋知。其实这两句话原文拢叫做同款，拢讲亚大。亚大的旧约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认识、认知。知道、认识，讲一个字，愿天父上帝带咱的家族大大小小，咱行一条咱知影对去，咱知影这条路是上帝定着，咱知影这条路是咱毋捌行过的路，咱伫这条路中间检查有哪会吃醋，检查有哪会感觉犹豫，我敢行这条路敢对？当我开始行这条路的时，我捌有真酸的感觉。我的大学同学带我，同班同学拢去吃喜酒。迄个时阵我是神学生，其实我的力量内底并无有够个爱亲像少年的时阵遐尼拍，通包红包给伊。但是我量力而为，没有打肿脸充胖子。我嘛不爱缺席。所以我包一包真细包的红包，我到今仔日也会想到，安尼我对我迄个同学敢有足歹势。有时咱行人生的道路，咱会有拄到这种要求，你会感觉伫这条道路顶关，我比不上别人。但是上帝今仔日甲咱讲一条路，叫做你未曾走过，你未曾知道，你不认识。对我就对啊！我要带你行一条永不后悔的道路。也这你爱这条路吗？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云秀，每年你有计划要去行迄个耶稣的朝圣，今年朝圣之路，恭喜！愿上帝，你伫这个计划安排中间，你会当体会良多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无去行伫欧洲一个足出名叫做雅各路朝圣之路。咱的人生本身就是这条路，现在咱免买一个机票加起来远，恁同意吗？咱的人生就是一条十字架路，
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祝福你，你的一生无怨无悔。愿你伫上帝的手中，你甲我同款。有时咱会心酸，我头壳压袂起来。我一世人足好，我迄天就卖去就好，包遐尔细包的红包要创啥？互人讲钟孝顺伫学校的时阵都毋是安尼，今仔日毕业了，较显可怜。你来就好，我请你食饭。兄弟姊妹，朋友毋是安尼，若是真正朋友，伊会看轻讲钟孝顺，你该包遮尔细包的红包。安尼，这个朋友就是利害关系的朋友，毋是真正的朋友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告，主求你，互我明知伫我一生中间，你甲我经选的道路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所听的姊妹，人生是要来享受的。今仔日总算长老有安尼讲，上帝爱咱，上帝经选咱，上帝呼召咱，互咱来到伊受恩座前，是要领受伊的恩惠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得等教会2025年仍然走这条路，而且更精彩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陈牧师甲真侪伫今旧年圣诞节布置的人，大家人都足欢喜，足辛苦，甲教会用个水。陈牧师讲，不能够再有超越的可能因为感觉讲，真的是应该是上水啊！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荣耀会更较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享受上帝的同在。兄弟姊妹，互主带你的路，你敢捌想过？对少年到今仔日，你敢捌想过？你将来要做什么种的人？你伫少年的时阵敢捌想过？你伫一生的中间，你敢捌甲上帝祷讲，给我一条路？兄弟姊妹，甲主讨一条路，是真重要的祈祷。绝对，上帝不会跟你开玩笑。当一个青年人若认真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一条路，那是诚恳认真。上帝要伫这条路的中间，虽然有挖角，但是上帝要带你一生到伊要定着的道路。你相信吗？咱就今仔日礼拜，亲爱的姊妹。你听到牧师第一句甲咱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是带我行义的路的人。亲像以赛亚第42章第1节，伊伫遮讲，我要带青梅，伫因毋捌的道路中，伫因从来毋捌行过毋捌的意思中，我毋捌行过这条路。但是上帝讲，我要带因行因毋捌行过的路，是一条新的路。是一条主耶和华屹立、上帝无比、上帝定定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慎选道路。人的人生真要紧，就是选择正确的路，行伫正直的路。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讲上帝祝福咱在座咱的囡仔，因为一生中间无行冤枉路，人无可能一生是十全十美，但是咱若行唔对路的时，上帝伊会对咱讲，唔能够向前去，唔是这条路，回头是岸。主帮助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互上帝引带咱。亲爱的姊妹，上帝伫对引带你，伫你的心内，你的心内会诚实的讲话，你相信吗？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信心不是死去的信心，不是；咱的信心嘛，不是度久的信心。咱的信心只有对迄个想要听的人讲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有两个祈祷，两个礼物，对今仔日的圣经，我对去伫咱的生活中间。第一，咱的上帝是甲青梅带路的上帝，无论你读偌认真册。你有哪有可能有盲点，嘛有可能有固执。人伫人生中间常常有，但是咱的判断无拄是正确的。所以所罗门做一个祈祷，伊讲：
使我不以眼见为凭，听闻来做判断，用听的做判断，听的未准，看的嘛未准，用智慧，用良心，做你一生的选择和判断。愿天父上帝带咱，咱不是痴迷的人，咱是明眼人。阿们吗？主啊，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的目睭我早无看伊假，无好的信息对我的手机走出来，唔通甲伊当作好康的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一条足水的歌，就是奇异恩典。兄弟姊妹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！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世上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背起来，我捌失败，我捌跋倒，上重要就是会晓回家，上重要就是会晓得睁开属灵的眼睛来看错路的上帝。愿这个话一条诗歌会当在咱的内底，浩大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。初信之时，即蒙恩福。现在第一个时刻，咱甲主耶稣讲阿们的时，稳定就降临在咱的人生，何等宝贵！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奇异恩典这条歌成做你的歌。喜乐阿嬷有一条诗歌，是永远伫喜乐保院内互人纪念。迄个时阵，甲伊伴奏的人就是美秀。伊伫一条诗歌内底讲 ：“This is my story, this is my song。”这条就是一条信息，信息的稳定，何等信心！我的一生，我生命的故事就是安尼。祝福兄弟姊妹越来越好，愿上帝享受恁的人生越来越甘甜，愿上帝互恁享受恁的生命。肉体会老，人会破病，但是咱的上帝永远未改变。愿咱享受上帝，甲咱三甲地地，互主带路。咱的上帝是甲青迷人带路，上惊就是咱无愿意互伊带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上帝话安尼讲：我要带迄个痴迷的，行因毋捌的路，带因行未捌的路径。道路甲路径拢共一字，未捌未曾认识，未曾知道，拢是共一个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白话字的翻译是共款是对的，和本的翻译是未曾认识，未曾知道。但是其实拢共一个字，也大知道跟认识是共一个字。最后咧，人生黑暗变光明，弯巧变平坦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的道路哪行哪宽，哪行哪光明，哪行哪丰富，哪行哪幸福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新的一年心想事成。刘牧师在圣经无讲心想事成，不要紧，该分别做成。咱甲主祷告，主福我伫你的话中间心想事成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。今年过年祷告会，有兄弟姊妹站起来做分享甲见证，真感动人。毋是干那咱教会参加的人受感动。伫直播顶悬嘛有人甲咱做伙，真紧，迄暗就200几个人，伫咱的跨年祷告会中间，伊嘛有人甲我回应讲，牧师听到见证的事，阮真感动。愿天父上帝互咱有故事，愿天父上帝互咱有一条生命的歌，永远唱。主祝福咱今仔这个礼拜，耶稣就是甲咱带路的。第二句，耶稣要甲伊学生讲：“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嘛。”咱拢要背这句话：耶稣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真理就是讲，伊的话所讲的就是智慧。第二，
伊设定了人的道路，伊用十字架来做象征。伊讲：恁的道路，恁的人生就是十字架。人若无背起伊的十字架，日日背十字架来跟对我，伊就毋是我的学生。兄弟姊妹，十架路在哪里？不在西班牙，不在法国，十架路在咱的心内。我很羡慕云秀牧师一辈子无去过西班牙，但是愿上帝祝福，互咱伫生命中间，咱找到一条咱一生欢喜要行的路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所引出来的道路顶端，咱找到主耶稣，圣神伫咱的内底引出咱，圣神伫咱的生命内底引出咱，带咱的家庭，带咱的教会。咱的教会今仔日的会员和会发生了什么事？咱要来回想，咱要来接受，感谢上帝伫过去一年中间，伊一路的引带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过去一年中间，上帝对你个人的引带，上帝对你家庭的引带，上帝对你教会的引带，主求你操管，什么人是我的带路者？是圣神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这个圣神今仔日进入咱的生命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敢捌为着你的人生问过耶稣？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一摆今仔日，如果你过去已经问过上帝讲，主啊，我何去何从？愿今仔日咱犹原搁一摆。问上帝讲：主啊，在2025年，我能够走什么样的道路？愿你明确知，愿你嘛欢喜知，愿你嘛在你的生命中间找到这个上帝所给你真清楚的黎明，就是你人生道路的方向。十字架的道路，未曾走过的道路，是未曾知道的道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在咱的生命中间，通过祈祷、经历、领受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听圣神在你生命中间引带感动的声音。第二，咱要伫主的面前决志讲：主啊，我要做我的囡仔的带路者。主，我要做我的囡仔的领航者。主帮助我，互我知影怎样过我的一生。我的囡仔会伫我的一生中间看到伊将来的愿望甲选定。多数的囡仔拢是看到伊的父母的背影，选择伊的将来。所以你捌听过，医生拢愿望伊的囡仔做医生，伊的囡仔嘛做愿望伊将来做医生。老师的囡仔真侪嘛做老师，牧师的囡仔嘛真侪做牧师。这是遗传吗？兄弟姊妹，无拄拄，这是因为因的囡仔伫因的父母的背影，看到一个吸引力，看到一个因所期待尊贵的生命的价值。愿天父上帝用咱做带路的人，主甲咱三个地点。保罗有一个最要紧的伊的智慧，这句话实在太水，伊讲。搁深知家己，搁深知家己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是一种的决心。我知影我是什么人，我知影我的人生要做什么，搁知家己。奉主的名祝福兄弟姊妹，你知你是什么人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要做带路的人，咱要做黑暗中的光。所以主耶稣讲，你是世间的光，请会记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伫这句话中间，咱看到保罗的眼光，看到伊的洞察力，伊对家己有真清楚的认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圣神帮助咱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，咱拢有这种属灵的智慧甲聪明。咱伫圣经中间看到，常常出现两个字：聪明甲智慧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敢知聪明甲智慧有什么种的差别？
刘某树一体两面足讲是对，一体两面足讲。聪明是一种的能力，智慧嘛是一种的能力。智慧是一种的做决定、做选择的能力。聪明是一种的理解、分析、理解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，在咱的人生中间，咱得到这个智慧，带你的囡仔行欢喜的路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互咱伫人生中间，咱选择咱的路，带你的囡仔，带你的家庭。亲爱的姊妹，上帝祝福你，互你伫你的家庭中间。我安尼讲的意思，并不是表示咱中间有人甲咱的家庭带了无好。那你误会，请你原谅我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咱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士大人，互咱的家庭代代保亲。愿咱的家庭是一个充满互咱的囡仔尊敬的生命，互咱的家庭因为咱的存在，咱的囡仔因欢欢喜喜来敬拜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对耶稣所讲的话，领航者就是黑暗中的亮光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既然对我的人就无搁再行，无搁再行伫黑暗的中间。”愿主祝福咱，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活出上帝的美好。愿天父上帝互伊的荣耀。愿天父上帝互伊的美丽，愿天父上帝互伊的良善，也愿上帝互伊家己所有各种的好，拢活伫恁的生命中间，互世间人看见圣经内底所写生命的道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伫礼拜中间，阮互你的话祝福。主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会通检讨得定教会伫过去一年中间对你领受奇妙的祝福。我们伫你的面前，用祈祷的心来为着明年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新的一年更加好。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